響上一年同今年其實都有經過好多場大型嘅水災，浸到好多人嘅車啊、卡北牆啊都浸過晒嘅，所以呢個問題其實係一個好嚴重嘅問題嚟嘅。咁其實要點解決呢？我好坦白咁講。哇！話你知。哇！輝仔話你知，今集我哋就直接同你探討下蒲種人最關心嘅問題係乜嘢啊？浸水啦。其實浸水嘅問題一路嚟都困擾咗蒲種人啦，嚇！你問我係冇解決方案嘅，我都唔知浸水應該係點嘅。根據這則 The Star 於3月18日的新聞指出，其實有關單位已經對淹水問題採取行動。由於工程的進行於一些準證上的時間條區，導致有所延誤。相信發展商同埋政府好快就會去做嘢㗎啦。咁大家可以見到啦，近呢10年嚟講，其實蒲種嘅發展係發展得好快，而且係好多元化。其中最方便嘅就係佢個火車站啦。單喺整個蒲種區裏邊咧，都有8個唔同嘅火車站啦。咁我講幾個主要嘅咯。第一個主要嘅就係我哋嘅蒲種寨呀咯，同埋我哋嘅笨打蒲種咯，同埋我 BK5啦。呢幾個大站都係去好物流人潮嘅地方，係好方便嘅。大家亦都可以，你睇下，大家呢度有好大嘅泊機場，只要你揸架車嚟呢度泊，跟住你就可以搭火車去第二度做工購物。嗱，咁蒲種咧，其實算係一個完善嘅一個綜合區啦，佢擁有住宅啊、零售啊、辦公啊、工業等等多樣化嘅企業。咁主要我哋有6個大 highway 啦，我哋有 LTP 啊、Kesasa Mix Highway 啊、MPE 啊、SKV。兄弟，你也未免太專心看稿了吧？同埋我哋嘅聯邦大道咧。咁馬來西亞房地產中介師協會 MIEA 會長亦都表示蒲種係屬於一個持續性會增強嘅地區，同埋佢嘅價格都會相對於穩定性嘅。咁而令到整個蒲種區其實個需求量係超級大增加嘅，咁亦都好多各大嘅發展商就選擇喺度起樓啦。以600方尺到1000幾方尺嚟講，係最受呢度嘅人嘅歡迎嘅。問我有咩感受？其實蒲種呢個地方我覺得幾個形容詞啦，日頭可以好繽紛，夜晚可以令我好開心。點解咁講呢？因為日頭你 shopping mall 食嘢啊、銀行等等都方便啦。其實對我所知嚟講呢，依度夜晚呢都好精彩嘅喎。尤其是好似講我呢啲比較中意做員工啦嚇，飲翻2杯嘅嚟講又尊重 block，因為飲咗酒唔可以揸車啊嘛。其實呢度你飲完酒你行路翻都 OK， 亦都好安全嘅，因為燈光都好光嘅，就唔會怕危險嘅。尤其是我哋呢啲有錢買車冇錢打油嘅人。怎麼聽起來像在炫耀呢？咁我哋鱷魚又講過啦，shopping mall 又行過啦，雖然旋轉木馬坐唔到啦，但係就唔緊要啦，我要玩木馬。呢個係我個人少少嘅睇法，你哋如果講有啲咩意見或 CLS 之外呢，千祈唔好鬧我啊！大家有咩傾下偈就好啦。OK， 咁我哋下集見啦，拜拜。蒲種最旺最方便嘅新項目，行幾步路就到 IOI Mall 同火車站，2房3房只需要500幾千就買得到，堅定樓，跟我嚟你咪知咯。哇！話你知。